糖会倒来讲花毛，酒糖倒来讲花毛。嘛该糖你嫌嘛该命的，命伊小贴，你弟你俩哈滴奶毛，是人哦，计唔知你俩哈你咧做嘛该？开刀。妈妈，先生甲做嘛该讲，阿婆开刀嘅时间很早啲讲法咯。人哋今日上当讲话嘅神经，所以等下开刀嘅时间吼，请尽量同人哋唔讲话，吼。哦，讲嘛该，你无如同爱小姐喺唔切架嘛，吼。哦，爱迄伊小贴，今年62岁。我迄组月子没有一个，怎么也37岁。咁快有其他嘅无卡人？我先生徐正贤啊，不过佢过身多年嘞。我无较好讲的啦。两个眼神确实冇乜嘅好讲。徐正元，你要我出院了？我哋看好戏。你要做乜嘅？你的，拜托你的向我先生照好无？你走啦！医生，病人意识状态不稳定。唔会咯，应该唔会咯。你哋讲嘛嘅？播音啊！唔好讲你啦，唔好讲你啦。血压持续下降，心跳加速。会急救冇？会急救哦。有事，我真紧要调试个啦。惊惊！救我啦！阮去急救，会插管，会吸血，会电，闭了一管，向前杀。量不到血压了。准备 CPR。上帝爱出提佢哋一切嘅物质，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忧、痛苦，因为以前嘅事都过去了。因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慈爱，从头留陈平我嘅家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妹，咩到后山飞。什么？冇事，撳車，真警懂撳車。原来听说，我好好读书，礼貌。有新嘅目標啊！嚟，一集。佢嗬本能啊，有種片聽到嗰筆劇起來，係從前起哦，佢當有錢有事老公，捱會地嘅事之前啊，留佢結婚。And let me play. And Susu up, zip up, arm to fifth. Okay, hold your back. Stay and stay. Breathe in, hold the breath, and play. Okay, preparation. Let's do developing. Breathe in, hold your back and leg. Good. Okay, left arm. Come right to the side.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唉，出按毒些，
喊好人跳埋个舞啦，就唔惊啊骨质疏松症劈伤诶，骨头啊就团体咧。为念简单，我整理好些咧。人生啊，最重要的3件事情：空间、钱财、感情。这空间啊，也个脑眼，听说各位徛起来，也无法度啊。钱财哦，你规划个动好。根本你的考场安做得无？做得啦，我迄两不会有问题，嘿，没问题。动强，我要继续加油哦！沈文老师，拜拜，拜拜。骨头啊，会团体哦。你来咧？啊！是按刀就做嘛该啦。做好事很好人做善事啊。老偏肉姑婆结婚讲做迄做好事。小丽、小娜，来吃饭喽。妈，那还么干？所有的事情都计划好啊。咁唔做嘛无请来讨论？你还么干？你下做的事情都按等人讲，你当出现方面。俺哋没动认真出来讲嘢啦。你看啦，读书我有计划，做头路我有计划，哈，还个结婚、共生嘅旅行，全部都有计划。故说还是做了4项计划啊。做人哦，所有计划啦。有错啦。小丽明仔转法国读书没？你机票买好吗？我拢讲过几多摆啦，我想到嘛该是做嘛该做人，我有计划。错，俺计划就系种来拢唔做盘啊。阿爸要陪我啊。阿弟啦，你冇想我讲到阿爸的事情。迄你冇想过？我因为第几时间阿爸的片尾好点点就徛起来，这是啥物无人会讲清楚啊？咁唔做嘛该冇请来讨论咯。刚刚你真太好上呢。最少应该不爱计听外爱种来么？我希望做得顺时并进。顺时并进，留给阿爸最面面哪一只较重要啊？该迄个老阿爸向我结天呢。最好系，哎，我卡所有的事情全系你上给听的。竟然唔结天嘛，你要人来天数结天哦。咁唔做嘛唔留自家嘅听爱理言哦，明明就伫阿爸去。冷风度，冷风度你，冇应该。来到伫讨论事情，东西属好的吗？阿妹，你来看我把给图啦。好。全係伊啦。阿正璇，阿正璇，
都得4分嘛。哦。董事长张扮演听听啊，你也看起来面色真好啊。来，这样走。哎呀，小唐，看起来人家的花有发挥作用啊。我说吼，新冠都呱呱调调的，就会了不发嘅事情。不过吼，联络家摆有拄啲无限啦。很歹势啊，麻烦刘当当送过来。叶伯花有基本价值嘅啊，係有法力嘅，我老人講。聽說即刻送過來張做的，之前傳圖片俾人看聽聽啊，當家就恢復神氣嘅，一下落真件呢，好冇咯，俾人送過來，保證後生50歲。我說就會按古董啦。人講哦，請什麼你得咩？唔，應該係捱到我老人講什麼按住這張做的啊。啊？哦，佢捱出啦，本大拎嘅本留學嘅花架，佢冇咩啊，按咗按嚟做唔得，講嘢係講按嚟做唔得。我說建議我愛做好事，嚟兼個創作項哦，都會困難。係嗱，嗰種係得當地人啊，啲啊語言哦，仲有藝術之講啊，就騙人啊，唔是像畫圖啊，怪咧，佢畫到騙人都冇乜感覺，畫到我，佢鬼責靈感全部都走出來啊！嗰種味道咁長，還有一幅畫送本。錯啦，從先吼，我說就講誒，10歲愛滴水年條。來，就算天天沒強樣看得到、睇得到，都強啊！來，你吃東西吧。我說吼，就會按神氣嘅人嘛，老其強下吼，真件動快樂啊！花了動好，眼尾動中一幅花啊！哦，錯啦，之前啊有啲騙人喺度感謝小湯，老件畫圖嗬，送嚟條2種眾珍各種芭蕾表演嘅票啊，唔知有一樣興，做得邀請強下來嘅看喎。你要發銅獎，來銅中去。嘅芭蕾表演，我知道吼，佢啲個哦，上空上客，也沒乜嘅東西哦。好，到時節強下來去看。好，懂好。就知道新冠都酸溜溜的，個小小的。你點解啲講乜計冇？唔係，佢係啲看顏色嘅花強。新冠都在想，要不有人暗有創意啊！佢看顏嘅世界，佢嘅木做度要當到愛嘅標誌。咁要？誰冇人冇 idea 呢？佢但係上一下聽聽咯，出答應我老人約會呢，亦都表示講啊，佢調到，佢得到顏色嘅老嘅度。啱講，看表演嘅時間嗬，我本期看得到，差唔多。人去攞衛生紙俾佢。呀，寫貨嘅，會做得咯。你知道今日嘅芭蕾舞好看嗎？好看啦！嘅經典老少配嘅一團哦，董成奇。啊？睡美人啊？睡美人
所以100年哦，古说佢应该係别人寫啊，佢王子章20聽清呢，你唔就係老少配？竟然安樣想，要出到佢兩啥談戀愛，要乖乖，要拄唔掉嘛？唔會啊，老少配同浪漫啊，我拄唔掉嘅係個王子，佢一上床，我就會分心。樣嘅呢？佢丈夫乜計就看顯顯呢？哦，係咪？按呢？吼，個按呢？哦，做唔對。哦，希望你沒吃到懂神氣吼。我好點點想講，伊要作個。哎哦，哎喂哦。原來你的想掠嘅哦。膝脚画圈，往前走，并腿往后并腿转一圈，停住。好，我们等下再一次哦。好。你朋友跳起來的部分好嗎？好啊，手打手。你懂好跳舞哦。所以像要停脚嘞呢？嗯。好，我們來搶拍一個。哎哦，這神拍啥？懂好看哦。好，明白，放下。前面。我做啲老年去婚紗照冇？啊，真緊哦。嗯。嗯。你挖土要啉酒啊？做得比較輕鬆啲嘅，你開始啊？好。錯啦，我做唔得甜筒抽嘛？做得講法。好。喂。你從頭到尾先有冇緊看得我哦？我冇看到人，我用辦法。沒錯啊，係勢啊。是的。好。冇緊張，十九。搞事先。
用的嘞。没事，你挖土。廖伯花，喊到神了啊！哦，过迄个过种家下得种计划，亚索人的天数强起来。很强啊！你当好看谁了呀？我唔好，因为有人讲，过神嘅人会变到天堂嘅神啊！可是我看到神了，是会想到我心上。今天血压有点偏低哦。薯条，我肚唔叫还是老吉讲，这云，你走的，你听挨下去，想那做兵也嘞，迄讲你喺月站来。可能要再个发生两个事件。我想一看，有卡嘅妹。护士，护士，你讲啊！先生，616床需要急救 CPR。他怎么了？我们这边先稍等一下。他怎么了？他现在需要急救，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稍等一下。郑旭先生，病人失去意识，没有 pulse， 准备压胸。建议可以去 monitor。我唔知要出幾個情況，差唔多嘅幹啦，床很多嘅機器，10秒後準備佢都差唔多地方都在誅殺咧。7、8、9、10，好。郑勋先生的状况非常不好，他现在已经没有自发的呼吸心跳。我们已经开始心脏按摩、电击，然后又给了强心针。就算救回来，不能保证他不会变成植物人的状态。即使是这样，你们还是要积极抢救吗？要，一定要抢救到底，让他女儿回来见他最后一面。好，我知道了，我们尽力抢救下去。拜托医生，拜托，拜托。我知道我對唔起佢。我知道你冇需要亏欠吗？你抢黑上爱本期量子也冇遗憾，含讲你3万个月啊！会让你讲一则故事。你也细年的，自己生日纪念，然后爸爸妈妈约好的，下课爱去做生日。记得学校门口等到团务，都无等到爸爸妈妈。最暝有警察老记讲，惊爸爸妈妈本事就做个拖拉骨冲到，
长伫医院急救，佢当上爱去医院，毋过计着太人逼去，佢抢做的伫屋卡顶天花，结果看到爷爷嘅世界，就是伫殡仪馆的。过后有当从一段时间，佢都系7加1 3人生发。过后，佢去托复兴迷宫，靠到未顺利，最尾变成一个无路用的法家。目肚迄日爸爸妈妈送给你最珍贵的礼物。哦，原来我跟眼神迄上到一样哦。啊，学生嘅时节哦，先生就讲，眼神最难忘，因为你会看到对方嘅灵魂，真有可能让眼神画好了。跟你看到乜嘅？人嘅强样，按故事。皮多，一时紧张哦，冇，当紧张哦，你两嫂，你高高低低，也系够正经的啊！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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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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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夹。Surprise！ 包能用白啊？哦，董事长啊。小貼子，我要睇到唔知道我啲鹹麼？我要買動作式的啊，等下強下聲，強下聲啊！收贴吧，收贴，佢韓爸嘅用藥嘅呢，韓先生咯。韓哥吼，愛皮到吼，讓我有愛情嘅迷思。你冇亂講啊！一部花吼，看起來又冇強樣呢，一啲都吼，有黏黏嘅愛哦。當中意。你老爺話個真好看哦，這陣問佢到底去做乜咯？要佢當好啊，身體做乜咯？其實都係做眼來嘅咧，我講聽我爸咧啦。敢會聽這講？其他人冇應該開樣嘅玩笑。你確定係講笑？送出去嘅。俺吃咗老你哥吧？冇聽錯，佢睬唔錯誒，看佢又要少咗耳毛，佢冇少咗你。看人用嘅肥，負二集咯，冇標誌嘅貼圖。係咪數進嚟去？呀咋？哦，佢真係。負二就做咧。哎呀！冇講，弟弟，等你什麼？19、18、17、
哎呦，莫呛你啦，喂！再来啦！看压转哦。来，给发现了哦。一朵花，花来同好，你笑到同欢喜，对情感都笑出来。迄个，我朋友啷个巴给啦？我冇反对你交男朋友，真嘅？我又冇男朋友。喺講期做得本快樂，我全做得。嗰個人，伊後生呢？冇講你啊！當好啊！佢又後生又人道，冇你愛慶祝八嘅哦。當地人咯。佢人差多歲呢？哦，你是想安多？我支持你。汉拜帶來本來看一下，我愛記啲佢會唔會欺負我咩？聽錯本其實唔走啊！來咧！媽，有啲東西我老人收起來咯。好。做得恋愛咯。媽，係愛死了。小蝶，我來
当上冲呢。看起来秀蝶哦，动欢喜哦，开心呐！现在有男人哦就不一样了。人家早就去拍婚纱了。真的还假的？真紧的呀，今晚有传播你看。还唔够几公？哦，很强哎！永远哦。哎呦，羡慕哦，我也好想要去拍哦。你都在看嘛干？秀蝶，俺们给相片抢游泳老小丽听听。帅哥呢？对呀，小帅哥的合照呢？今日是给啥啦？给当枪夫子拍照。嘿，那是新娘衫，慢点让你做。问到重点，小丽冇可能让你天数，给形容衫太紧了。慢点啊，慢点啊，好啦，咱讲那个小帅哥有天数就点点的天啦。弟哇！鼓手，唔对哦。做工嘛。哎呀，看哪！用满，那个续航力怎么样？嘿，续航。三半啦！小心一点，卡好。嗨，哎呀，有什么好小心？她又不会怀孕啊。嗨，进来咧，来开门。来了，帅，来了。来，前面来。哎，大家好。哦，佢係小湯嘅阿叔國語啦。我係國語，大家好。嚟，小湯，今日發假小湯出嚟啦。大家好。唔聊閒事啦，我先去張水頭。我從來。唔係。水電講哦。來呀，先幫佢去張水頭啊！我真的會修哎。安排些人，我朋友啱好聊你。唔會啦，佢哋都懂得寧夏。唔過啊，我看得出佢哋當中經驗。佢哋按呢，未使按你。你會冇歡喜嗎？真唔會啦，我知道。當天福，小娜，こんばんは。哎，小娜，秋很差吧？新聞講，你早門前有人師傅人家，你老到用一本名差唔多係嘛？唔係啦。佢當時老爺冇強用，小湯佢吼。你做乜解冇人來講？你講係咩？冇人會相信我。你會知道我唔會相信你咯？假使我講，我係一隻老嘅，還講我係錯過龍嘅，而家還會相信我對你係真經嘅？我了解你係離下嘅你。嘿呐，馬上冇過去咩？吼！你都衝過去有兩下都點騙人啊！真有冇犯規簽名，我都咩自講。哦，小娜。哦，做乜啊？小天，你先等我解釋。哦。弄個張偉雄先撈誒。媽。小天。你都講唔走？安娜很警察誒。出去。
妈，妈，妈，你用一用。妈，怎么办？妈，你出来好冇？妈，妈，妈，你出来好冇？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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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好冇？阿爸阿妹，隔壁班上的同學請法，其他同唔同哪個？同足球，同哪個翻到嘅圖片？其他書內無也無學嘅聲音，那就太想了條條講，哪有？两个片的啊，就要按你剪出来的。阿婆，啊，小丽，阿婆，你看，迄哪个书啊？祝阿婆讲在咪，你看。佢做嘅嘅阿婆，做乜解會死聽哦？今年吼都落的时节，自然就会所谓死体啦，对吗？哦。小丽啊，俺问哦，迄个就会阿婆，这位时节，你希望阿婆欢欢喜喜走，来动间哭去走咯。阿婆，我無愛唔走。哦妈，年自然就会哦，所谓走啦。故说阿婆的这个时节，你要欢欢喜喜送来哦。嗯。阿妹講你最近心情唔好。小丽，去搬了把洗的不嘞？哦。妈，我帶掉色的本人全很好食了哦。冇事情啦，不过我两妹唔要，我等下再说。你大刚说一些了啦，我等我想养身体。妈，你真嘅冇事情。
说啦，这样是我很鼓励你老几个无？我应该先去查过，迄个外弟佢迄只老诶，假释外弟，听说唔爱本亚种事情发生的啦。太说啦。宝贝，无要紧啦。因为有常时吼，想要每部康人隔天做的事情，一定要想到每部康人好处嘛。最尾结果要用别人，常时没人做得控制的，目标拢成功到啦。悄悄唔无上岸，外地阿爸去同志嘿。你们开始就第呢？唔使讲啊，爱做第嘢啊。唔讲爱唔第，梗唔做乜唔好阿爸啲。我迄件上海到你啊！上海讲爱，你有问过爱冇？你冇快乐，怎去上海爱？你唔听啊，家就几艰苦啦。姑说爱希望你做得老爱讲，人做得向下面对嘛？唔是啦，你幸福还是我幸福啦。小丽，东西是刷嘞。阿妹，你跟我爱买 glass。喂。我係秘書眼下，哦，你還記得說哦。小丽，陪妈妈去吃冰淇淋，好，俺哥买当多你好嘅东西。好啦，录上生意哈。冇緊張哦。你來做乜嘅？當好。我想愛送一個東西俾你，順生來看你，覺得好冇？順生來看我覺得好冇？我覺得當好，非常嘅好。你看佢幾日冇當見可能我要用可能好啦。影個照，影個照。我見比起老人畫圖，唔過畫出來全都係你。你要差不多的哦，我希望你用啥搞搞我喊做的，你要你的事情不要空的哈，你做的莫再过了亲爱的啦。你講，很緊冇嚟請你哦。嘅，我做得老幾留啲了冇？佢話佢當好呢。凊彩你啦。你看，佢用一個呢，佢比較安靜哦。我真嘅冇想愛騙你任何一線錢。咁正經啊？正經。就安尼。我一開始確實係想愛騙你，我後來我對你全都係正經嘅。愛弟啊！戴飛，你做在堂外幹什麼？拜託。
拜托。你，你有冇留意对上来呢？我嫌弃今日躺喺度咯。说起来太昂嘛，都60人岁咧，还都个相信爱情不来。我亲爱的太阳嘛，我老你讲哦，一早吼动态的秘密，你點哦？做埋啊，大家唔可以相信老少配，因為啊，大家啊唔相信自家那會有按好運。了條花，本我相信我自家會按好運。主動追求，莫放棄，也係做人嘅意義。我真唔會呐，按堅守。哦，唔是煩，愛情啊，就親像啊火焰重強樣，一念。唔過啊，交配期過鐵啊，就冇咧。唔該，有危險交配啊？唔會啦，我打比方聽聽。你看你啦，那個貴人咪亂睇你啦。唔係我咩好冇？係你自家聽好面皮，講見笑，講自家唔拉完面，講自家冇帶得人愛，個講咩啊？吃到你餓白咩？看頭看面。你媽去做強啊？係啦，係我一家小蘿蔔嘅啦，我咪開始強啦。你個強啊，老小湯啊，講清楚過後啊，就會變做啊莊家開牌，搶看2擺。我喺強講了之後，我會後悔啊。人啊，行到最尾，接上唔係後悔啊！佢做過乜嘅事情，等到後悔啊！佢當時想去做啥冇去做嘅事情。因為心講到的時候嘛，該你全是你啊！因為我就是你啊！小丽，妈妈听见，妈妈听见，你要加油，妈妈听见，小丽，你要加油，冇驚哦，小麗你要加油，小麗，我拜託你，你要再叫你，拜託你，真啊，用唔用嘅咯？那條行點先啊？你都。我條命俾提生咗最一齊，就表手係衝到佢啦。跟住用白眼冇？有冇？小麗，阿叔，用人咯。醫生講啊，4年出生糾正啊，你會變到7年啦。佢少見面咯。弟弟boy啊，哎，你是蒙一氣啊，你的蒙汗，你搓，你先搓，搓啦，哎。他就是刚刚撞伤女生的驾驶，开车还喝酒，他对他胸口痛。好，我的弟弟。好了，大眼的，莫大眼，来这里。排泄，唔係故意，你干什麼？冇打你！醫生，用完咯。我哋親啲嘅，
伫遐做较细的一家，我会高兴无？我有心理准备。妈，我安怎会搁下去啊？一定要叫小丽，小丽一听做得爱下去的。妈，我出去的木天的，你还做得真爱吗？我还没某天嘞。千万唔好出去。小娜，小娜，阿妹，你冇讲你要送的啊？歹势啦，全个眼唔好啦，歹势啦。医生讲爱用你帮伊治疗，佢条唔老来天送给小丽，用家上。用个手，全个人我拍摄了，全个人我拍摄了，拍摄了。拍摄了。建议你我考虑安宁疗护。爱条小丽喊好好，佢行咪跳戏。我拜托你，拜托你，低头来叫佢，拜托你，拜托你，我拜托你，拜托拜托。你做妈唔会留小娜大拍讲，小丽无机会啊，无急救啊。你讲唔出嘴。你做的老小娜讲，佢当时你去按用急救奶，我因为我血受痛多，规只身体像猪头穷样，병去太平间的时间，血含对我身方流出来。给用死还给用死，哪里还无穷样？错，无穷样。
因为小娜当爱小丽，你当然爱，你在天爱、祈求爱的世界，你有一种不严肃的心态，是吗？我敢有。你看到爱变作安尼，你当欢喜。你做嘛唔敢留小娜声音？你七家骗你七家，爱过身以后，你讲你当艰苦，根本就冇。你总算做得老爱，谈得离离，你当快乐，你唔敢承认，是冇？让爱过上一生，咪都浪里浪来。我生意冇爱行个痛啊，生意唔再无卡，我生意冇上个跑啊，我生意啦，我生意。我咪冇想去安尼。我等下以后你做的都关心我一点啦。我对不起你了。我对不起你。以为搁看我一摆么？小丽俩哈，迄骨突治疗咧，你知无？佢完全係靠記憶嚟維持佢嘅生命。媽，你阿娘講，小麗佢會有嘅艱苦，知無？媽媽一樣講，唔要放棄佢。媽媽當愛佢。唔盼得佢啊！佢全部講兩種實際法。
这样时，要把我过生的时间，俺跟求医生讲，唔讲要哪一天维持佢的生命，我伊转来见佢最尾一面，最尾也包含的过生呢。 拿出太平间的时间，唔通像批斗天气还有重重的秋风来现。哎呀，看到佢的身体状况唔充嘅，血虽然从佢的身上白白地流出来。 小娜，哎，你做的某本小丽安甘苦吗？都得吗？小丽，慢了做好，当作唔人哈。有人讲啊，给物质，那系跌到。 过身的人的身上，就会本记得啊，吃到像火烧同样安艰苦。宝贝，莫叫诶，莫叫，本小弟都得安心走。放伊来。 莫叫，哦，让小丽张做的安心走。莫叫。
宝贝，好吃饭嘞。我看有当多事情爱无限，你唔敢敢吃到东西，身体会脱唔掉哦。东西叔叔啊，去洗漱，来吃饭嘞。东西叔叔，去洗漱，准备吃饭喽。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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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的呢？妈，你们喊你按的喊奶了，妈！阿 V， 阿 V， 叫佢来啊！經過檢查，一問確定唔係腦癌，如果再發起來，一問唔係可以明可能是你咁，或者個再可以擺到嘛？捱到衝詐騙血堂，捱到成到安陽型衝詐騙血堂。唔係啦，一相片後要打馬賽克，乜人啲係乜人錯嘛？除非家屬同意，希望我哋做唔得講任何消息，唔對咩做唔得講出去票房。拜託，又係假新聞，唔係真件嘅啦。拜託，本捱到熱氣啦。我捱很警察冇。哎，不好意思，请问哦，这余秀蝶的外送啊。哦，没关系，你放这里就可以了。哦，我可以帮你送进去啊。放这里就可以了，谢谢。哎，我们没有送到客人手上会被投诉哎。我们也会被投诉，谢谢。啊，这里。排死啊！眼妹一下，眼妹安英氣啊，眼妹一下要一隻騙人嗬，相差嘅唔掂啊！迄陣講過在可以擺到是有機會幫助嘅生命啊，唔過嘛冇一天天錯啦，我開嗰度要向那麼低啊！我確定我找個開就擺到。唔過我可能搶過安寧醫院書呢？因為我孫爭高神，我希望做得多啲時間向我妹啊。你上海老眼窮樣，做一太簡單，冇路要治療嘅麼？我未治過後，我做乜嘅治療？將醫生多多人嘅聽數。好啦，我知啦，我要盡量去做啊，同安排開刀嘅時間。什麼醫生？我講起來，我不會看到，你還係用誒。因為出嫁呢？叫，緊去救命哩，很遠來啊！哎，董兄你先躺喺建設好冇？我對你全都會真勁嘅，你敢完全冇吃到？自從啲你不偏好，我當你都衰唔得。我就像天嘅強要上愛啲你用嘅咧，我董兄你，上愛照顧你。你係冇傾嘅救命令咯。我係我爸，我上海人，歹勢，我應該留你大拍講，歹勢，
歹势。你做得本来一摆机会么？我弄啊，又徛起了嘞。你做嘛甲人同时间顶来神爽啦？就迄因为无去救的，你怎爱好好珍惜，唔好搭爽。韩国营养题你会先走，无听说等一下爱就会发生意外。冇人讲。假使爱血路切到，1点钟救就会走脱，剩到1点钟救听听，你敢还会爱爱？爱会。你会？姑说无论迄存到1年、1整年、1礼拜，含迄1年，我都会爱你。阿弟阿爸，迄个在准备电视的老阿婆嘞。来捞你做盘。请本爱，老你强好。妈。你怎么的呀？来，给你冰茶嘿。注意，注意！小娜，对手条迄正经嘅。你对哪妹跟前兆会正经的啦？注意！小娜，我都给讲清楚了啦。妈，让你处理就好。歹势，抢你开！抢你开！小娜，还先你快。妈，今有对你用的无？无啦，我没事情。没事情。你还喝茶吗？喝茶好吗？我唔是喝茶啦。啊？哦。我摇吗？啊？摇吗？唔会。唔会啊。你还是要给嘞？俺依然护理师。坐下来，坐下来陪妈妈。唔怕啦，来啊！唔怕啦。俺将对小丽嘅片做来听听，我严重到冻僵，处理到冻好些哦。
唔過來了解3年的嘅片，佢很暗色，還是當我當老母冇路用，都冇路用啊！寶貝啊，係講天公伯，佢講叫送一隻當珍貴嘅禮物，可是佢半夜係會讓你輸轉去，佢係很愛你嘅地方嘛。小麗你好，冇煩冇惱呢。你老去做最好的決定，佢倆做天堂，係一隻當快樂嘅小天使咧，對嗎？媽。媽，為到小娜，你愛加油啊！醫生，一擺佢到能發現啊，佢流通腦幹差唔多嚴重下啦，所以我哋實在是無法度全部提搶hết。一個佢到有影響到我媽媽講話嘅成員，以後我咪講話怕會有問題。佢我咪行存到幾久啊？唉，差唔多3到6年。做得拜託你唔好過來啊嘛！兄弟，我是較大條的，才會有你條。複雜，複雜，媽，你講乜解啊？我頭唔識，複雜。其實我做福建，有媽媽希望做得了你好好講法。
你看，爸同好做军人上，人来就向下翕相。那是我规模卡人最美一张相片。一日一幅花，很浪漫。哦，小汤。我着跳跑类，本手跳较欢喜着的。哦。天哦，很醉哦。啊哈哈，我的意思是去弄欢喜啦。爷妈妈已经准备好势，来面对死亡。不过，我忙准备好。爷妈妈讲，记者的当做第九本，不过会上下咧，含迄成本，总唔可以马甲遗憾。爱最亲爱的宝贝，妈妈的声音都伫个追求这百分的人生。最尾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声音最本来起到傻逼的事情，是去做一个妈妈。春日和春爱读书读的时间，我是同好人伊讲话，伊还喺往下的事，我还能好春日的生活看待伊，看到伊提一摆外变，提一摆外行路，提一摆求人来讲，无想我去上课。因伊向我行过暗道算唔清楚嘅提一摆，因伊本我嘅生命带落暗道嘅惊喜，
本单啊，俺们希望小丽做得老安逸强壮，强下韩国生命越结好，越结强。不过，佢啥时来离开咧？妈妈实在冇办法去想讲，你嘅情感都有幾艱苦，所以媽媽單想是做得本自家來原諒，定嘅生活來陪你。雖然當艱苦，不過啊，媽媽當歡喜。因為anh嘅心係連到強下嘅，不過寶貝啊，很歹勢啊，媽媽離下嘅身體，冇辦法再過來陪你咧。不過媽媽愛你記得，媽媽對你嘅愛，會永久。永久在你嘅身旁來陪你，愛你嘅媽媽。醫生，我哋接受昂難療法。好啦，我哋做你放心就好。你有冇解決你？做睇家庭片定嘅嘗試。你講人冇做家庭，媽媽就會更艱苦下去。愛啲，不過你講正經係做嘅。你係因為愛佢，當初佢兩個家庭啊，你冇做也係唔錯咧。阿叔，用完咯。你未收聽用完咯？唔好見叫人講話，我天天就過去。什麼？生日快樂！有乜嘅好機會？我大半家，我多個都有幾兩個，我都真感動，有機會啊！我本來想停下來嘅，當日嘅世，我就躲唔掉。你喺外面嗬，TV 老你安排哦。新年，一啥？一張嘢。收條唔行啦。轉戶卡。好，等你來轉。我偷忘記啊！
想爱老爱结婚无？妈，想会跳舞。我陪你来跳舞。什么？什么？妈，妈，妈，已经本人冻奖呢。唔做得个很难上宝贝吗？你有糖豆嘿？我总吃到，加上让你冇翻译，因老你人做很皮，还是。什么你不会奶奶都了下，从细到大你就会按人用的，唔可了下。什么你做奶妈妈，我
爱当欢喜做娘莫言，你迄个当斩掉嘅妈妈。我听错袂，好好照顾我一家。真紧哦，你放心走唔走？哦，妈，你放心走唔走？我真感动啊你哦！迄个阿姨吼，迄拜佛的吼，因做的拜做吼，观世音菩萨；迄信天主教的，因做的拜做圣母玛利亚，全部都做的。我家人有需要啊，因要做得多服从嘞，父母哦。安好。嘿嘿嘿嘿嘿，大声定下。咱小记一下，把阿娘当穷用啊，迄个结婚吼，佢是爱钱嘅。小汤。小娜，哎，俺叫冇看到呢。俺叫冇看到。哎，恭喜恭喜！有6张捏嘞。恭喜恭喜！我这里拿没东西时节，发现有一封信，我留本。什么意？无爱。亲像人该讲日记当时里，本爱最亲爱的你，春到嘅日了无几多，爱留你留的身旁，爱洒的梦中。亲像人该讲日记什么你，本爱最相信嘅你，总想等起等到解下，你还有得来发散，讲恩爱强下。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还能说些什么？或许只是好好生活了。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你还想听些什么？说我会安然的离开吗？说我会安然的离开。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顶多你会有点寂寞吧。迄6条歌，也是某一种花，目红的拄过发，
拢倒给调的，迄草仔搏动来，戆戆的笑，戆戆的笑。流木这个世界，迄日喷火，希望老热的街路，迄人在的路上，伫暗夜等天光，也是迄对日嘅小模样，咪咪笑。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还能说些什么？或许只是好好生活了。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你还想听些什么？说我会安然的离开吗？说我会安然的离开？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顶多你会有点寂寞吧。